平岛的网络上班，传出咱的驻兵会念中国的网络来用，这是去防质疑讲会造成国安危机。巴基斯坦怀疑有基督徒迫害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这是引起穆斯林暴动，讲基督教堂烧徛家。天气热，网通交探西，传染病已经一直咧滚价，今年天高这个疫情严重，已经超过1800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一站摔飞机的消息。根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马来西亚下晡有一只小型飞机载落，在过程当中是搁弄到一只汽车甲一只奥多麦。飞机顶6个乘客、2个机组员，加上汽车甲奥多麦驾驶，计计有10个人死亡。这出意外小飞机是一只轻型的公务机，当地时间下晡2点外对东北部出发。这飞机载落地点离伊要去的机场无到10公里。根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这只飞机顶有载几落的政治人物。马来西亚民航局嘛表示，飞机无救到载落，所以讲详细调载的原因还佫调查。所以来看副总统赖清德访问巴拉圭行程是已经结束啊，会程是过境美国旧金山，甲侨胞办桌食饭。赖清德强调讲，伊会用和平甲民主带台湾向前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就强调，美国是会坚定帮助台湾自我防卫。So wonderful to see you. Welcome to San Francisco. How was your trip? You had a busy time in Paraguay. 结束巴拉圭的任务，赖清德回程过境旧金山，真正无度伫纽约接机的 AIT 主席罗森伯格嘛准时出现，甲驻美代表萧美琴做伙迎接，拍拍进前降低规家之旗。赖清德交因的时阵致辞，毋但感谢罗森伯格，嘛强调会以和平民主带领台湾。因那罗森伯格是强调讲，美国合作台湾自我防卫决心是真坚定的。我向大家承诺，未来我会竭尽所能。以和平作为灯塔，用民主当指南针，带着台湾继续往前进。Taiwan is a crucial partner in U.S. efforts to maintain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 including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our commitment to help Taiwan's self-defense capacity is rock solid. 交员的时阵，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长纳波利塔诺、甲防空城市长拢亲身出席，嘛伫致辞的时阵讲到台积电，强调台美伫供应链的合作爱搁较大吧。伫交员的饭店门口，除了来支持的侨胞，还阁有中国侨民举5千旗抗议。因那赖清德是特别悄悄啊向因摇手，无受到影响。赖清德按算18透早倒来甲台湾，不过最近伫网络顶有几篇文章，讲赖清德出访签署艺术录做金钱援助，还阁有台北科大是空壳学校等等的信息，总统府是出来回回。那经初步追查，这是境外与境内协力进行系统化的假讯息攻势，意图破坏国家的外交。总统府表示，外交部已经正式报案，社群平台嘛甲恶意口罩移除。提醒民众都要较敏切咧，唔通相信或者是转传者的假信息。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太平岛伫咧南海，咱是有驻军伫咧遐。不过即阵却是传出讲，遐官兵因为网络上班，所以讲真侪人会念中国的网络来用，这是防质疑讲会造成国安的危机。所以讲即阵 NCC 就表示，会要求中华电信改善网络，卖规划起卫星站。驻守太平岛海巡的官兵，伫上前线守护边界，责任重大。虽然因为当地网络上班，有风声讲遐海巡甲驻岛人员差不多拢开漫游，连中国的移动信号来上网，引起国安的疑虑。然后后来就是我们要打算就是，然后你要用网络就用漫游。中华电信2013年伫东沙岛、太平岛投入700万建立2G 的服务了后，2017年搁开3000万的预算。透过卫星传输提供3G 甲4G 的服务，不过信号也是无好。台湾基进指出，官兵用中国的信号上网，都是国安危机，烦恼中国可能会趁机会偷摕咱的资讯，收集咱工作的内容。为提供驻岛的同仁更便捷的网络通讯服务，海巡署将持续与数位发展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以及中华电信共同研议网络服务提升的方案。NCC 回应讲，太平岛的通讯是靠中视2号的卫星。不过，中视2号的宾款优先供应予军方的重要设施，地属宾款无够官兵使用。
会监督中华电信来做改善。最近会调整卫星的频宽，嘛会增建有味的卫星站。南海有真重要的战略地位。根据美国军事新闻网战区公开卫星影像，中国伫咧西沙群岛的中建岛，若像有起跑道，可能部署关岛中啊，踮伫空中时间较久的无人机来做监控。因若伫咧附近的越南是头一个受到冲击。除了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在海洋的这个巡逻跟维权之外，那它无人机当然也有助于这个掌控那个周边的像一些这个美国海军的一些这个海上的动态等等，甚至作为这个长程飞弹的这个目标的搜索跟这个标定使用。苏浩宏表示，中国伫咧南海已经起4座机场，中建岛的机场要做啥物用途，也会观察。若是部署反潜无人机，无排除会用伫咧掌握美国军舰的动态。国军连日进行飞弹测试。17号早伫咧屏东九平基地试射，有风声讲是天宫2型甲3型的飞弹，飞弹嘛有顺利升空，展现各座飞弹成果。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更新闻，一只对西非塞内加尔出发的难民船，是伫咧大西洋维德角海岸冰船，超过60个人不幸死亡。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政府提出就业的新政策，要鼓励外国的留学生毕业了后留伫咧南韩，目解决这人口减少、人工无够的问题。英国《Times》报道，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受几多件收藏品歹去，甚至是无去。所以讲，官方已经开除一个内测员工，报警深入调查。sau đây是美國紐約時報指出，伊朗的導演，一個最出名的導演，伊的作品去年是入選坎城影展。不過，伊朗的法院說是用宣傳反伊斯蘭的罪名，要甲判關6個月。上尾是華盛頓郵報，2個美國遊客去法國佚佗，說是食酒醉困伫咧巴黎鐵塔內底，這2個人恐驚是愛食官司。来看一項新實驗，美國紐約大學的一個醫學中心是甲一個基因改造的治療劑換予腦死的患者用，到即陣已經正常運作32天啊，是醫學界新紀錄。Pretty looking kidney. It even looks better than a human kidney, I think so too. 伫外口的手术室内面要开刀的这2个医生，学到的这个要换的药剂，并不是过身的人捐的，是一个基因改造的猪的药剂。蒙哥马利博士之前嘛做过同款这种疫症换器官的实验，2粒猪的药剂，2粒猪心，但是器官拢干那运作2天到3天。这摆7月14做的这个手术，猪的药剂甲胆已经正常运作32天啊，而且搁在继续观察，伫医学的史上，即摆会使讲是一直在创造新的。So we're 3 weeks into the 1-month study, and things have gone extraordinarily well. The kidney functioned immediately. 美国有超过10万的患者是等人得捐器官，每一年拢有几啊千人因为等无需要的器官死亡。纽约大学这摆的实验，就是想要甲换异种器官的速度会当加较紧的。这摆关于的尸体防做实验的对象是一个57岁，因为着脑癌忽然间死亡的查甫人。伊的厝内人想到伊一世人拢真爱帮助别人，就决定甲伊捐予纽约大学纳格尼换器官研究中心，替医学研究来做贡献。正拄好，就伫咧朗格尼换器官研究中心传出好消息的同一天，阿拉巴马大学的伯明翰分校，同款是对一个观众的尸体做一个猪的腰子的换器官手术，手术了后嘛同款成功运作7天。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热，网虫咬炭生，真侪透过网啊传染的病症，这几年就愈来愈严重。亲像咱台湾今年天国界的疫情就特别严重，是已经超过1800例啊！这全世界嘛已经超过300万例。咱常常感觉讲这大型的动物真恐怖，不过其实当年害死上侪人的动物是蚊啊。这蚊啊除了引起天狗热，这马拉利亚嘛号做罕疾病，当年是造成超过10万人死亡。今年美洲10个月，美国就让20年，佮出现这马拉利亚的本土病例。另外，去公病部分，咱台湾今年嘛已经有6例啊，去年是才1例尔，所以讲这是有较严重的版势。今日公司台记台小军时代专题，就要带大家来看这高温带来的病虫害危机。卫生人员伫厝内甲厝外四界喷药啊消毒，
无论大人也是囡仔，拢倒伫眠床顶发烧，连物件都食袂落。南美洲的普鲁今年6月爆发当地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天狗热疫情，超过13万人感染，至少200个人死亡。上主要的原因就是性因现象、气候暖化，造成蚊虫大量生产。WHO is preparing for the very high probability that 2023 and 2024 will be marked by an El Nino event.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re also fueling mosquito breeding and the spread of this disease.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统计，全世界感染天狗热的病例为2000年的50万人到2022年的420万人，20年来增加超过8倍。今年敢若伫美洲，就有将近300万人感染，若搁加上天狗热上主要的疫区亚洲，感染的人数可能会真惊人。About half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is at risk of dengue, and dengue affects approximately 129 countries. 天狗热伫世界真侪国家拢造成威胁，台湾当年的热天嘛拢会有天狗热的疫情，今年的疫情看起来是搁较严重。为这张图的数字就看得出来，甲顶一摆发生性因现象的2019年比起来，台湾今年到目前为止，天狗热的病例明显是增加非常多。而且除了台南上界严重以外，疫情阁直接下过北回归线，互云林县嘛变作疫区。专家表示，这显示气温飙悬对台湾的天狗热疫情影响愈来愈大。但是真侪人的叫是，若拄着天狗热，喷药啊来消灭蚊仔就好啊。专家讲，平常时保持环境的清气，才是对抗天狗热上好的方法。药啊反倒转来爱喷愈少愈好。好同时，咱莫定定去喷药啊。恁知影讲，你定定去喷药啊，拢无去清迄垃圾。你甲喷药啊，这蚊虫就有抗药性。啊，若是讲咱突然间若是咧大流行，有迄传染病咧流行时阵，你去转药啊，迄拢无效。除了天狗热以外，蚊仔可以传染马拉利亚、溃疡热、猪卡病毒等等各种的病。专家表示，以台湾目前的环境，马拉利亚会搁再流行的可能性并无大。但是，参照溃疡热、猪卡病毒这种会伫人口集中的城镇传染的病，确实有需要加较注意的。另外，气温升悬会大量生产的虫，毋若蚊仔尔。去年伫屏东甲高雄的柑仔蜜，就去互一种白菇神传染毒素病，造成小脏现象，无法度收成。台东的稻仔嘛，因为突然间出现真侪真久毋捌看过的乌龟仔虫，互农民损失真严重。即摆因为气候变化，所以造成讲即原来无讲介重要的次要的海棠，即摆看压起来，一压起来，大家毋知要怎处理。所以一规个东部即个稻米的水稻的山区其实影响较真大。专家表示，因即马伫推动每一个乡镇拢应该有一个食物医师，随时提醒农民爱注意虾米新的病虫，要安怎处理，才会当应付因为气候暖化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复杂的病虫害。记者甘文恩、曾俊佑综合报道。巴基斯坦是发生穆斯林攻击基督教社区的事件。怀疑是这起因是有基督徒迫害伊斯兰教的圣经《古兰经》，所以讲穆斯林因着真生气，讲人的教堂烧人遐家。基督徒就批评讲这是一场宗教恐怖攻击，不过有学者是怀疑讲是有人调工咧煽动，要引起冲突。把厝顶的砖仔讲歹去，直接向建筑物放火。巴基斯坦东部邦加普省一个基督教社区，拜三去有几大阵的穆斯林攻击，因手掠棍仔、石头，真生气迫害几啊座教堂，而且放火烧厝、烧几啊十间，现场是规个乱糟糟。民众是真激动，还阁组织伫清真寺咧化休。连续的抗议行动是因为2个基督徒涉嫌污蔑铁古兰经，而且伫经文内底写负面的言论，触犯当地亵渎罪。因为这个穆斯林是气一个袂晓讲，当地政府派出军警，也是无度甲因驱离，要对空中开枪。落尾伫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协助之下，才互抗议的行动平静落来。不过受到攻击的社区是已经规片绿苍苍。其他地区的基督徒看到教堂去互迫害，是真痛心抗议。当地基督教历史学者表示，伊有听到广播咧招民众。怀疑是有心人士在煽动这场暴动，又搁讲过去嘛有几啊届发生穆斯林指控基督徒对伊斯兰教无尊重，不过事后证明是无影无迹。嘛有同款是穆斯林的民众讲，这种报复已经上过头啊。1, 2 या 3 बंदों ने उसका किया है नुकसान, जो भी बेहुरमती की है, बाकी लोगों का नुकसान ना किया जाए। और हम अपील करते हैं इंतज़ामिया से और पाकिस्तानी पुलिस से
और जो भी इसके जो हैं वज़ीर आला पंजाब नोटिस लें और जल्द उसको गिरफ़्तार करके कैफ़े करदार तक पहुँचाया जाए ताकि जो मुसलमान हैं उनकी दिल आज़ारी हुई है।警方表示，涉嫌破坏古兰经的2个人已經走去啊，因答應講會將抓起來，不過嘛依法偵辦鬧事的民眾。巴基斯坦有褻瀆法，相當會當判死刑。不過到目前為止，無人因為這個罪去用判死刑。部分的民眾認為政府罰了傷輕，而且民間嘛稱讚會動用私刑來處理。公視新聞，請阮林朋友。南美洲秘魯有一個才11歲做囡仔，是去予伊的後籍性侵有心。伊去病院要甲囡仔摕掉，煞是去予病院拒绝。因为这秘魯摕囡仔的规定是真嚴格，所以講有真濟去予性侵的受害者，攏互強迫愛甲囡仔生落來。這件代志引起爭議了後，聯合國就插手，秘魯的政府才答應予這個個案甲囡仔摕掉。啊，搁在讀冊就驚去啲街仔路化工要合法對體，因為因無想要變做後一個受害者。秘魯最近有一個查某囡仔對體案引起關注，發生代志的查某囡仔以化名做米拉。伊才11歲，這多年來一直受到後籍的性侵害。米拉這個月初發現講家己已經有心要18禮拜啊，伊去病院想要替囡仔煞互拒絕。Se le quiso imponer que continuara con el embarazo porque eso era su destino. Y se le dijo que el aborto era peligroso, que ella no debería terminar con el embarazo, que debería continuar. Advirtieron a la familia a que no soliciten el aborto terapéutico. 秘魯對對胎是有嚴格的限制，只有在媽媽的性命受到威脅的狀況之下，才會當合法來對胎。就算是性侵害的受害者嘛是同款。事實上，在米拉進前，嘛有一個13歲性侵害的受害者想要對胎，互拒絕。連續有查某囡仔互侵犯有心，煞無法度選擇無愛囡仔，互外界質疑講強迫因是囡仔監視到的。Una niña no puede criar a otro niño, ¿no? Y todavía es una niña prácticamente, no está preparada tanto físicamente como mentalmente y la forma que ha sido, no. Yo estoy de acuerdo con el aborto que le han hecho a la bebé, ¿no? 落尾是伫婦女團體和聯合國的監護之下，米拉伫頂禮拜總算會當對胎，但女權團體強調對胎無法度解決問題，連都是看出國家無法度保護未成年人，互因莫受到性侵害。秘魯官方數據會當看出，敢若今年頂半年，當地就發生大約15000件性侵害的事件，其中有70%受害者都是17歲以下未成年人。相關團體認為講，無報案的烏數恐驚有更較濟。公視新聞市灣連編譯。2009年，一出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攻其不備》，是扮演一個白人的家庭收養一個非裔囡仔，包容伊、疼惜伊，佮栽培伊變運動員，劇情真感動。這全世界票房是破3億美金，這扮演白人媽媽演員珊卓布拉克，佮摕到奧斯卡影后。想袂到這陣本人邁克奧爾竟然寫講，這對翁仔某根本就無甲收養，只不過是利用監護權插手伊的人生。甚至是賣伊的故事來拍電影來賺錢。不過，這對養父母這邊就表示，奧爾是甲因討錢討無成，才會甲因做烏。一人一款話，原本溫暖的電影劇情，這陣變做笑話。以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攻其不備》，在全球感動正濟觀眾，不過電影甲現實所出現真大落差。電影當中的主角非裔查甫囡仔，本人是一個前美式卡球 NFL 球員奧爾。即馬煞對養父母採取法律行動，指控兩人不止從來無正式收養伊，佮騙伊接受監護，掌控伊所有決策。奧爾養父母都是翁某，透過律師指控奧爾想要卡有真懸的封口費。To say they were devastated by these allegations is truly an understatement. Sean and Leanne, for my money, are salt of the earth. They would never do anything to deprive Michael of anything that was his. 都是翁某伫奧爾16歲時陣受留醫，佮伫18歲時陣提出法律文件，表示要正式領養。不過奧爾透過律師控訴，所謂領養根本是要摕到伊的監護權，親像當年小甜甜本來年老爸同款，掌控被監護人所有的決策，包含被伊的故事拍做電影，甚至連電影分潤都無摕到。不過都是翁某否認這代誌。Each member of the family has received the same amount of money. So imagine a pie
divided by 5. Okay? We estimate each person received $100,000, each person in the family. Including Mr. Orr. Correct. 即马偶尔要争取将之都市翁某对伊的监护权，佮提登的几啊年应该得到的报酬。都市翁某也透过律师表示，打算签署结束监护协议。只是以前温馨鼓励人的电影，现实却是安尼，恐惊后辈者也美是真失望。公视新闻陈伟仁朋友。爱尔兰银行做日系统告优，就说讲这口罩无钱，有权会当领钱，差不多是会当领1000块的欧元，好代表3万几块。有真侪民众听到这个消息，就赶紧走去领。这阵银行虽然已经甲系统修理好势啊，不过钱是也未讨回来，所以讲到呼吁加领钱的民众赶紧还钱。外面内底当看到 ATM 提款机前人排真长，所有人拢抢要领钱。爱尔兰银行15传出内部系统故障，致使民众会当超额领钱，就算小户内底拢无钱，也是会当转出差不多1000欧元。银行手机应用程式甲网络银行的服务拢同齐受影响。虽然目前已经修理好啊，不过也是有扰乱到社会秩序。There's a huge queue. First time I ever seen it there at the moment, so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what it is. 综合外国媒体报道，系统差不多伫拜日下晡开始故障。爱尔兰警方迄天发现境内一寡 ATM 出现无正常交易量，而且伫暗时8点至半暝期间，接到至少40通相关的报案电话。社群网站嘛流出一寡人规定伫提款机头前的影片，所以分派警力到部分提款机自首。爱尔兰银行是爱尔兰4大商业银行之一，代志发生了后已经公开回释的，表示银行会对这个技术性问题展开全面的调查，目前确定甲网络攻击无关系。另外，会将超额提款的户头注记透支借款，呼吁民众赶紧甲无收家己的钱还互银行，安尼无会影响到个人的信用评分。这个月财政部也对央行下指令，要求说明这个事故，并进行检讨改善，防止未来再出现类似的意外。公视新闻两岸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